边境地区发展好不好，产业带动边境群众增收情况如何，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问题。在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边境地区建设，采取特殊支持政策，帮助边境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后顾之忧。说到边境特色产业，港巴羊肉是个缩影。近年来，港巴羊凭借其肉质细嫩、无膻味等优势，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港巴羊养殖业也逐渐成为了拉动县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群众增收的一把金钥匙。亚东县庞达村通过多渠道发展产业，成立了亚东县庞达高原无公害蔬菜菌类种植农牧民专业合作社、亚东庞达生态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种植有门路、产出有销路的产业兴、群众富的好景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日喀则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来越高，边境地区发展如火如荼，百姓日子红红火火。广大干部群众正以兴边、稳边、固边的扎实行动，守护好祖国边疆。抖音、